一個回到過去嘅任務，意外展開咗一段跨越時空嘅宿命。曾經嘅師徒，今日嘅死敵，權力令到英雄變成暴君，時間將因果寫成定數，貪念令人受困於權慾嘅牢籠，偏偏執念亦都令到所有人無法逃出歷史嘅巨輪。喺歷史不可改變嘅前提之下，任憑現代嘅科技再精進，始終唔能夠化解2000年前嘅恩怨。天命最高，尋秦記終歸只係一場避無可避嘅因果。當亡魂願意放低人世間嘅執念，靈手就會帶佢哋穿過瀑布，轉世輪迴。但係人間充滿天災人禍、饑荒貧窮、戰火連連，要擇善固執定係行惡做人鬼，只係一念之差。小妹，你仲有冇解唔開嘅心結啊？你仲記唔記得我哋嘅千年之約？呢一切都係不可思、不可以。喺世外，我哋只能繼續落去。80年代，神秘嘅 UFO 穿過華富村夜空，3個童年玩伴目睹奇蹟，對未來種下無限幻想同希冀。但係歲月無情，成年嘅現實載滿遺憾同失落。當重聚，仰望星空，一齊呼叫未地未地，修補破碎嘅赤子之心，道別逝去嘅黃金時代，希望可以再見 UFO。一場突如其來嘅恐怖襲擊，打破咗維繫多年嘅假象。當法治同公義變成各取所需嘅口號，世界就只剩低黑與白以外嘅灰燼。疾如風，徐如林，侵驚如火，不動如山。呢座長年埋喺血跡裏邊嘅城市，有人選擇毀滅，有人選擇堅守。當黑白嘅界線徹底崩潰，我哋喺洗淨咗罪名之後，定係一齊混喺混沌嘅沉淪入邊？半生屈辱，釀成一宗殺父案。2把利刃，了斷3世孽緣。他死裡逃生，卻受盡千夫所指，無止境打壓，只好無間斷掙扎。為自己而活的女人有無數可能，也許公義能重見天日。記住，將、袁、弄，這裡還未有真相，只有懸案。